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4月20號，我係 Anna， 又去咗荃灣8米半，是優惠價56蚊，半燒雞加薯角，優惠期去到4月28號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係去位於荃灣中遠大廈8米半7樓嘅 IKEA 宜家家私食下午茶餐。各款各樣嘅食品呢，都係以自助形式選好餐之後呢，去收銀嗰度俾錢嘅。套餐價9.99，汽水飲飲，地方大，室內環境光猛寬敞。今日係平日星一，好少人。套餐價23蚊就有藍莓、紅莓芝士餅。今日嚟試下呢個56蚊半燒雞配薯角，優惠期去到28號。薯角可能擺耐咗，唔脆偏腍又唔熱，蒜蓉汁又唔夠味，好一般。粟米條呢就好似用水烚咗好耐咁，淡而無味。金筍片呢都係同樣淡而無味。呢半隻燒雞呢好似已經擺咗好耐㗎喇，用刀呢輕輕一切呢，都已經可以分成兩件。呢個得半雞呢，冇雞味之餘呢，調味都係冇嘅，非常之淡。洋葱汁呢都唔夠味，肉質呢就非常之乾。雞胸肉呢又柴皮又乾，啲肉質呢都幾鹹。我已經呢相隔咗10年，再冇幫襯 IKEA 㗎喇。今次呢個半邊燒雞呢，真係令我徹底嘅失望。食咗半碟呢都食唔落去啦，唔中意嘥嘢嘅我都冇辦法。52蚊呢個半燒雞優惠套餐，好一般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